Hotcha，點解你哋今日嚟到駕駛學院呢度嘅？因為我知道咧，HKIT 第一次同駕駛學院咧合辦咗一個駕駛課程啊。冇錯，仲係全額資助學生去報讀呢個駕駛課程添。係啊，所以我哋專程嚟到學校咧體驗呢個駕駛嘅樂趣㗎。咁我哋去嗰邊啊！年青人通常都中意唱 K、行街、睇戲啦。點解你哋會鼓勵一班年青人嚟到駕駛學院學車呢？年青人學車咧可以自我增值啦，而且咧有一技傍身喎，考到車牌仲可以提高你市場嘅競爭力添啊！冇錯，仲可以增廣見聞、擴闊視野。係啊，仲可以參加自駕遊㗎。既然學校對你哋咁好，全額資助，咁你哋對香港駕駛學院又有幾多嘅認識呢？學車梗揀最 pro 㗎啦，佢哋次私家場地設備完善，仲有1對1專人專車教學，最緊要佢哋係政府指定嘅駕駛學院添啊！所以 HKIT 揀同香港駕駛學院合作係一個好好嘅選擇啊，大大提升咗我哋考車合格率添啊！既然學車有咁多好處，年青人點解唔一到18歲就即刻學車呢？起初我冇錢啦，屋企人又冇咁嘅能力供我去考車牌，就算有興趣都冇機會啦。不過好彩得到 HKIT 同埋香港駕駛學院嘅資助，我終於可以夢想成真。我屋企人咧覺得揸車危險，而且加個尾師傅咧質素都好參差。咁當佢哋咧知道咗今次嘅計劃啦，係 HKIT 同埋香港駕駛學院合辦之後咧，佢哋對我學車嘅信心咧大大提高。而且我爹哋媽咪咧都好支持我學車添啊。其實香港咧都好少學校好似 HKIT 咁啦，投放多資源俾我哋。係啊，佢仲有好多令我哋提供實用技能嘅課外活動添。HKIT 毅進，免費學車，一舉兩得，快嚟 HKIT 報讀毅進課程啦！講咗咁耐，我哋係時候真係上車體驗下學車嘅感覺啦。今日我哋就請嚟香港駕駛學院車隊培訓及發展部經理謝錦華先生同我哋一齊講解下嘅。想問下謝 Sir 啦，可唔可以同我哋嘅同學仔介紹一下香港駕駛學院學車嘅好處呢？學生選擇香港駕駛學院有幾個好處嘅。首先就係話香港駕駛學院係一個香港政府指定嘅駕駛學院啦。另外我哋自己有3個喺唔同地方嘅安全駕駛中心俾學生去練習。喺裏邊佢有唔同泊位、掉頭同埋斜坡開停嘅一啲訓練元素，等學生可以喺裏邊充分咁樣練習，同埋喺學校附近嘅一啲訓練路線充分咁樣練習好佢，準備考試，令到佢考試合格率係大大咁樣提高嘅。點解香港駕駛學院會贊助 HKIT 毅進同學學習駕駛嘅呢？香港駕駛學院係希望推行呢個企業社會嘅責任，可以培養出有正確駕駛態度嘅年青人，加強佢哋嘅社會競爭能力。HKIT 毅進，免費學車，一舉兩得，快啲嚟 HKIT